报告文我就要帮牧师这边就是我有写一个台词，洗礼见证影片，然后再按下去的话，它就会播到那个。啊，我刚刚有稍微瞄到一下，可以 ，OK， 没问题。各位友平安，咱聚会也要开始啊，请大家来到教会会友，尽快的入座，我们要开始我们今天的礼拜。请大家安静心，咱今日开始今日敬拜。今日是大港的第二主日，这时咱要请咱的陈国义长老来点个代表慈悲信心的第二期知识的垃圾。咱着慈悲主的路，以及家己的好行为做榜样，互无信的人会当因为咱的好行为来较无耶稣。咱今日是请陈国义长老来点个第二期的垃圾。敬拜团带咱做伙用俄罗歌，咱要开始来挑起上帝。那我们在这世上，我们会遭遇许多的苦难或是困难，但我们仍然要来宣告，盼望平安都在耶稣基督里，靠着爱我们的主，一切都是神的。我。
我来到主
因来告白咱的信仰，请大家各位来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创始人，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接受玛利亚出世，伫温州比拉多人来受苦，经十字架死埋葬到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担坐全能的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即是请大家做我，再来交读假英文，今日要交读是有信息启文第35篇，请大家我来刻，大家来印。囡仔最大个就来游滚水。来啊！无毋免钱，毋免价钱。恁写字开费钱，买迄个袂食的下面。恁着留心听话，就会食迄个好米。着趁摇花窗吹着的时来找伊。他人着离开伊的路。阮摇花伊要任命伊。摇我讲，我的念头毋是恁的念头。是我的路。因为天怎样较悬低，安尼我的路较悬恁的路。我的念头较悬恁的念头。因为亲像雨甲雪对天降落，也无过倒转。就是用这土地，土地上发下的事实。无野性的有经济。我遮的理念。我的嘴所讲出的话，也要安尼，不但无宽通倒转来我遮。是要食我所欢喜的，要互我所设意做的事，一直平安。恁出去要欢欢喜喜。得到去煞平平安安。大山小山要伫恁的面前出声唱歌。彩彩是马路的大树。上白发生来替草地。讲也曾经发生来替一这是要做耶和华的名的纪念。做天国的政府的纪念。这时，请大家对我同心来祈祷。无有稳定的慈爱甲关联的天父上帝，阮要称颂你的名。你是阮教会头，你是阮的大牧者，我是你的羊群，也是你的主人。我要听你的声，跟对你的骹步来行。阮是天的爸，阮是有罪的人。阮求主你赦免阮，听阮祝的祈祷，求你医治阮这有罪的人，医治阮身心甲肉体，互阮勇壮的身躯甲健康的心灵。求你面对，求互阮面对你主所安排的所有的任务。亲爱的主啊，求你教导阮学习你的模样，搁较明白你的旨意，以你的观点来看事物，以基督耶稣的心做心，去办理你所交托阮所会办的事工，互阮彼此相听，互相接纳，互阮一同领受上帝的恩惠，一同成长，一同建立疼的基督的团契。亲爱的主啊，求你建着阮，互阮诚侪福音的出口，互阮搁较侪迷失的灵魂，互阮的所行好所行，感受着对上帝你爱的疼，互接受你的信靠你的人会当经历你搁活的新的活命。阮也恳求主小使阮今日的敬拜，互阮心主来拍开，互咱牧师做诚侪你的出口，用主你的道来教示阮。这一切荣耀甲学乐，拢要归乎你。阮安尼祈祷甲恳求，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子名来求。这时咱要请圣歌队来吟诗，今日你咧吟的诗是哈利路亚，学乐主名。咱这时要请圣歌队来学乐。
谢神，咱是感谢圣歌队所咱带来，哈利路亚，无老主。是咱要来讲究上帝话。今日咱要所来看段圣经，但是记载是新约圣经路加福音，咱要对第1章的第36节看到50节。请恁注意来看，我来读路加福音第7章第36节，安尼讲。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三角食，伊就入法利赛人的厝坐倒。拄当城内有一个歹的妇人人，在伊坐倒伫法利赛人的厝，就带底香油的玉罐来，徛伫耶稣的后面，挖伊的骹咧剃口，用目屎滴淡伊的骹，就用伊的头毛拭伊，搁直接浸伊的骹，用香油抹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安尼，心内想讲：即人若是先知，的确会知摸伊的人是治罪，搁是啥物号的妇人人，就是歹人。耶稣应伊讲：西门，我有话要甲你讲。西门讲：先生，请你讲。伊就讲：某的债主有两人欠伊的债，一个欠伊500个银仔，一个欠伊50。伊既然无通还，债主就赦免因两人，安尼就倒落一个较疼债主啊。西门应讲：我拍算是迄个互伊赦免较济个。耶稣甲伊讲：你所断的是对。就我头妇人人甲西门讲：你看见即个妇人人无？伊入你的厝，你无用水互我洗骹，若是伊用目屎滴淡我的骹，用头毛拭伊，你无甲我浸，伊对我入来时浸我的骹无煞。你无用油抹我的头壳，若是伊用香油抹我的骹，所以我甲你讲，伊罪已经赦免，因为伊的疼是济。若是得到赦免少的，伊的疼也是少。就对妇人人讲：你的罪赦了。当道的人心内讲：即个当赦免的是啥物人？耶稣对妇人人讲：你的信心有救你，做你安心倒去。这是咱要请张牧师来讲座，今日要享受的、要分享的题目是多的赦免的人。咱请张牧师。欢迎大家平安，咱大先做伙大家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互阮会当伫即搭车阮中心教会，阮正做伙阮来敬拜，阮做伙伫即搭车要听上帝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正做阮的帮衬，正做阮的引带，也互阮伫你的话语中间，阮搁一摆受着激励。安尼伫你面前，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名来求。咱今仔日所看的即个经文是。伫福音书内底真侪所在吼，咱拢会读着讲，伫福音书内底咱拢有读着一个妇人人安怎，伊摕着香油来抹耶稣吼。你若去读福音书的时候，你就发觉着讲，伫即个马可福音、马太福音、约翰福音，拢有记载吼。搬过一进前，彼第二即个太高的西门因兜咧坐倒的时阵，有一个妇人人来拍破迄个石盘内底的迄个。香膏吼，来抹油，然后耶稣的学生就安怎讲即遮贵着吼，会当来真济送香的啦，吼，就迄个妇人人生气。耶稣就讲恁莫为着即件代志吼，因为我有常常有送香人伫恁的身躯边，总是恁身躯边无常常有我吼，伊是为着我安全的代志吼，伊来做即件代志。姊妹，你会发觉着讲，即个经文安怎？别位嘛有吼，但是我要甲大家讲吼。马太、马可、路加所讲的即个经文，甲咱今仔日伫即个马太、马可、约翰所讲的即个经文，甲咱今仔日伫路加所读着即个经文，好亲像安怎？内容无啥共哦，内容无啥共哦，因为伫马太、马可、约翰内底讲的迄个地点是伫啥物所在？是伯大尼，时间是伫搬过节正前，然后伊迄个人物内底有啥物人？有生太哥的西门，有马大，有列撒罗，有玛利亚。有坐在耶稣的门口。
啊，做即件代志，伊上重要意义是安怎？为着耶稣的死来做准备啊。所以咱有教义啊，会啥物？教义啊，会理有相信。路加今仔咱所读的即段经文，较头前，咱讲的即个马可、阿马太、约翰是无相共的经文。即个无相共的中间，佫有另外一个所在，足相像吼，那很像吼，但是不是一样吼。咱有时阵咧解圣经的时阵，有人分无清楚，怎怎结果倒菜刀尔。甲即段马可的经文哦，摕去甲即个约翰吼、阿马太吼，甲路加甲马可、马太约翰的经文斗做伙，讲这是同一件代志吼，尼就是结果倒菜刀吼。佫有迄个耶稣平静风和海的经文吼，甲迄个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经文，两个斗做伙，你知影？咱拢捌读过耶稣吼，伊的学生甲伊坐船，伊风雨足大足高翻吼，然后这是一个经文。讲是有人甲迄个耶稣叫伊学生先坐船过到海的迄边吼，然后半暝耶稣伫海顶头行路，海嘛足大足大的吼，两个经文甲斗做伙吼。这是啥物？你要去分辨迄个无相共的所在，毋是风雨足大坐船就所以是共一件代志吼。所以伫即个咱今仔所读的即个经文内底，有一个所在相共就是，迄个主人啊，请耶稣食饭的人的名，的主人拢叫啥物名？拢叫西门啦。哪有迄个无共的代志，两个请食饭的人，主人拢叫西门吼？我要甲咱大家讲吼，西门伫迄个时代叫做菜市仔，就敢若吼，足侪人拢叫做结婚的啦，叫做记号啊。你也知吼，耶稣迄个时代的人，因安怎？因无神，你知无？你真听人讲耶稣信耶明书，上帝信耶明和华。尼我就讲，奇怪吼，迄个啥物？迄个马大姓马名大，玛利亚姓马名大，因小弟奈无叫做马萨路，因小弟奈姓拉名萨路。无啦，旧约迄个时代的人，敢若有名无姓啦。你爱知影哦，迄个时代的人敢若有名无姓，古早时代的人，因拢有名无姓。盘古姓什么？姓盘名古。毋是啦，迄个是古早时代姓是后来发展出来的一个社会下的一个产物古早时代的人因是有名无姓，所以你要知影，这人叫是啥物人是安怎？伊是某某人的囝，叫做啥物啥物。迄就是迄个无姓迄个时代，所以千万不要再说什么姓耶名书了，你用切吼。迄个时代的人是有名无姓，所以叫做西门。西门，迄个时代叫做西门人太济啊所以你不能够说因为伊叫做西门，迄个嘛叫做西门，所以两个是同一个人，无啦，安尼是真正结果套菜刀吼。所以咱今仔日所读的即段经文，你若注意甲读的时，你会发觉着讲，即件事件发生的地点无清楚，圣经无记载，路加福音即件代志发生的地点伫啥物所在？真明显，即件代志嘛，毋是耶稣伊传道理上落尾发生的代志。因为路加家囥咧搁只头前吼，咱今仔是伫路加第7章咧，路加有几章？24章吼，第7章吼，所以伊是发生咧足头前的吼。然后伫即件代志看起来甲耶稣的受难嘛拢无关系吼。所以然后搁一件代志，圣经内底嘛无甲人讲，即个摕油来抹耶稣的即个妇人人，到底叫啥物名？所以毋通直接甲斗讲伊叫做玛利亚吼。无啦，圣经无讲伊要叫啥物名吼，所以咱绝对毋通学白结果斗菜刀吼。咱咧读即段经文的时，你会发觉着一件事，一开始伊讲吼，即个有一个人请耶稣去食饭，即个人伊的名叫做西门，伊是啥物人？伊是法利赛人。你会感觉讲，小可无啥对吼。若小可有读圣经、有理解圣经的人会感觉讲，法利赛人毋是拢甲耶稣安怎？感情不好也无好。通常法利赛人甲耶稣的感情无介好，哪有迄个法利赛人会请耶稣食饭的吼？为什么？因为法利赛人因喜欢攀附一些伫社会顶头有地位、有名声的人。耶稣迄个时阵伫社会顶头真有名声，所以即个法利赛人虽然无一定真意爱吼，因为因的律法甲因的看法，总是因安怎？因嘛足意爱讲即个有名声的人会当来阮兜食饭。所以耶稣毋是干那迄个抽税人会请伊食饭尔，连法利赛人伊嘛会请伊食饭吼。然后因伫遐咧开讲，
因伫遐咧食饭，伫遐咧做伙真舒适吼，咧食物件吼。因咱知影因迄时阵食物件拢安怎？拢安怎食？倒咧地上。哦，恁若咧看耶稣诶最后晚餐咧达文西画迄画迄是毋对，因拢摕咧安尼咧食饭物嘛。吼，你若真正知影，所以因咧食饭是足舒适诶吼。所以耶稣毋是坐咧食饭，你若想象伊是体咧咧食饭吼，所以你才通想象讲为虾米迄个妇人人来到伊诶面头前诶时，会当用亲伊诶骹，用伊诶头毛拭伊诶骹吼。吼啊，因咧食饭诶时阵，忽然间入来一个妇人人，即个妇人人圣经就讲伊是一个歹人，有无？哦，咱家己圣经讲伊是一个歹人，就是讲简单讲就是讲，即个妇人人伊是一个名声无介好诶人。伊即个名声无介好，伊互人叫伊做是歹人，表示讲即个妇人人真有可能伫伊诶道德上安怎？无理想。啊，一个妇人人会伫道德上无介理想，现在孩子会创啥物代志？通常就是伊在女性这方面的名声不太好。啊，迄个法利赛人看到即个妇人人，伊嘛拢知影讲啊，即个妇人人安怎名声无介好。对某一方面来讲，即个妇人人并无受到邀请吼，伊毋是即个即个生太多的西门安怎邀请伊去引导吼来参加即个宴会吼。即个妇人人之所以会出现伫西门引导，是因为伊知影讲即个法利赛人伊伫引导咧耶稣去引导坐道，去即个法利赛人引导坐道吼，所以就安怎，伊就摕着抹即个玉盘吼，第红膏吼，徛伫耶稣诶后面。安尼兄弟姊妹，意思即个是安怎？即个人无买周杰伦的迄个演唱会门票，吼，伊伫迄人诶后壁偷偷想要选入去。伊无受到邀请，总是伊徛伫耶稣诶后壁，伊缀耶稣诶后壁就安怎？偷偷摸摸夹在人群当中，走入去西门引导。真明显是啥物？真明显是即个妇人人，伊受到耶稣的吸引。有可能是因为耶稣的教示，有可能是耶稣过去伊常常帮助遐的名声无好的吼。咱圣经内底讲，伊拢爱甲迄个抽象的啦，甲迄个啥物娼妓斗阵吼。所以伊知影讲，耶稣对遮真弱势的人，对遮名声真无好的人，愿意安怎？愿意甲因斗阵吼。所以有可能是过去耶稣所做感动即个妇人人，伊真渴望有即个机会来表达伊对耶稣的疼。当伊听见讲西门伫即个耶稣伫西门因兜内底咧食饭的时，伊把握即个机会，虽然伊无门票，伊无受到邀请卡，伊嘛安怎想办法要来接近耶稣吼。实际上，照当时的迄个礼仪，耶稣入去到西门因兜去做人客时，照正常的礼仪，西门应该甲耶稣安怎亲自问安，两个爱相亲吼。因中东古早时代迄个面碗面安尼喙相亲吼，然后伊爱请因厝里的奴仆帮伊洗骹，洗完骹了以后爱甲抹伊，这是照当时的风俗，你去邀待，你邀请款待人客时，你安尼做。当即个妇人人伊来到耶稣的背后，伊看见耶稣倒伫遐吼，咧食饭的时阵，伊可能心内咧想啥物？伊本来想讲，照道理西门的奴仆应该爱先帮耶稣洗骹。哦，即就敢若你去人兜因兜，人伫咱台湾拢安怎摕钱包互你穿，你知影？你去到因兜，伊无摕钱包互你穿安尼。就是讲，即个主人虽然邀请耶稣，伊对耶稣有礼貌无礼貌？无礼貌啦！即主人其实无啥物礼貌吼，伊无帮耶稣洗骹吼，所以本来伫即个妇人人伊的心内吼，即个来抹油的妇人人，伊的心内伊感觉伊毋免帮耶稣洗骹，洗骹是迄个主人应该要做的代志。伫伊原本的想法内底就是讲，耶稣的骹洗好啊，我只要甲伊抹油就好啊。但真诶，姊妹，当即个妇人人伊来到耶稣的面头前的时阵，会发觉到耶稣的骹是垃圾。真诶，姊妹，你若是迄个妇人人，你会安怎？耶稣的骹是垃圾，我是伊骹哪有洗过？咱会当想象哦，你若迄个想象，你会当，即个妇人人伊的表情真意外。伊
伊真戆命。为虾米？因为如果耶稣的脚若无互人洗清气，安尼伊就无法度抹油伫耶稣的肩头。伊要想要甲耶稣抹油，这就诚做是无法度的代志。为虾米？因为咱知影，伫迄个时代抹油拢是身躯得着清气了以后，才会去抹油。啊，人若要甲身躯洗好清气，爱甲安怎？爱甲骹洗好清气。骹若无洗清气，就无法度抹油。所以当即个西门无帮耶稣洗骹的时阵，就变做即个妇人人安怎？伊若想要帮耶稣抹油，因为伊早有想要来帮耶稣抹，伊就爱来先甲啥物？耶稣的骹洗清气。你看是因为伊敢有水，伊敢有水盆，伊嘛无镜仔，伊拢无，伊无即个器具，伊要怎样洗？即个妇人人，伊无任何要求，伊就屈身落来，浸耶稣的骹，然后伊目屎不断流来，伊用伊的喙唇，用伊的目屎来洗清躯，洗清耶稣的骹。因为无有毛巾，所以用伊的头鬃拭耶稣的骹。兄弟姊妹，我要讲的是，这拢毋是伊原本的计划。伊原本的计划就是来到耶稣面头前，将油倒伫耶稣的头壳，倒伫伊的脚顶头，然后抹油安尼。但是伊发觉到耶稣无洗骹的时阵，咱想象迄个画面，就是即个妇人人用着伊的头鬃，然后去清洗耶稣的骹。咱拢看过哥林多前书11章安尼讲讲，一个妇人人上水的是伊的头鬃吼，然后去清洗耶稣的骹吼。你若阁有认真看圣经，你就发觉着讲，即个妇人人伊安怎？伊毋是真紧把即件代志做了，或者是讲伊咧做即件代志，互伊感觉讲啊，伊感觉足无爽快无吼。耶稣安怎形容讲即个妇人人所做代志？讲吼，对我礼拜时阵。伊就不走不停的去用嘴亲我的脚。当耶稣来到这个西门因兜的时阵，这个妇人人看见耶稣的骹无人洗清气，伊就开始用嘴来清气耶稣的骹。现在姊妹，这是啥物？是这个妇人人伊用上谦卑的方式，用俯上大地的方式，你做啥物？你甲耶稣洗骹，你会通安尼讲？总是我要讲，即除了洗骹以外，佫有一个较重要的意义吼。有解释圣经的人安尼讲吼，解释圣经学者安尼讲讲，即个妇人人用上谦卑的方式，俯上大家方式来敬拜耶稣。老实讲，我第一摆看到即个讲法的时候，我无啥通接受，这乃是叫做敬拜。但是你真正去了解后壁的意义的时阵，伊真正咧敬拜耶稣。即个敬拜耶稣超越咱一般基督徒的想象，因为咱真恶劣用啥物用敬拜的方式来看即段经文。即个姊妹伊开真侪钱去买即个香膏、香膏，而且伊用伊喙去甲伊浸，去甲伊洗清气，用伊的头鬃去拭耶稣的骹，这是真无简单、真困难。但是抑阁有一个佫较无简单、佫较困难的代志，是伊爱去面对的。是为咱今仔日所看即个经文内底，伊甲一些真正上介大的代志是啥物？就是迄个请耶稣食饭的法利赛人，伊用一款高高在上，伊用一款我是清气的人，你是一个无清气的人，伊用一款看轻摆贴的态度来看待即个妇人人。耶稣无即个妇人人讲啥物？总是伊对西门的心中，伊亲身去感受到西门对即个妇人人的看轻吼。圣经甲咱讲我都没有画大吼，歹势吼。圣经甲咱讲西门伊心内咧想啥物？西门无讲出来。西门伫伊的心内咧想讲，即个人若是先知，你较知影讲伊的人是啥物人？是一个啥物款的妇人人？是一个有罪的人啊！姊妹，即个西门是啥物人？咱拄则讲伊是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伫伊的心内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界线，就是迄个
清气的人、圣洁的人，爱甲即个有罪的人安怎保持距离啦？哦，我毋知你是甲迄个有罪的人保持距离。我做兵的时阵吼，我边仔做一个阿兵哥吼，伊是杀尽未遂，杀尽未遂。啊，迄身躯囡仔拢车龙车好，阮迄个恁拢车龙车好。我行到阮迄个第一天去到阮迄个恁去洗澡时行一条吼，我全身上下只有我长得不像林玉明安尼吼，所以拢长得像林玉明，你知影？阮迄个就是安尼吼。拢车龙车好个，阮迄拢是人无爱爱，拢杀去阮迄个。我足不幸的，我本去个吼，人无爱拢去阮迄个安尼吼。啊，所以，哇，迄拢车龙车好，迄拢什物3钱1000转安尼啦吼。古早时代我遐啊个人做兵做几啊10年，还袂做退伍的，我安尼吼，拢伫阮迄个练吼。我甲因足好个，我甲因拢是好朋友。因逐工反电铃了以后，拢去啉烧酒，我拢缀伊去啉烧酒，但我拢无啉哦，我拢只食鸭头。啊，因讲啉酒爱出钱，食鸭头毋免出钱。到尾啊，食到尾啊，因讲避免啊，讲你逐摆拢来食鸭头，拢无出钱吼。我请。没有啦，因为喝酒花很多钱，鸭头对因来讲我们是无啥物钱吼。你会甲即款人做朋友，还是你看到即款人你就珍惜啦。现在你即满即个西门，伊安怎？伊心内讲啊，即个有罪人，我袂使甲伊斗阵。伊内心有一款足强烈的感觉，讲耶稣即摆互即个妇人人亲伊的骹，安尼亲伊的骹，实在是怎样？太离谱了，太离谱了！你知影无？敢若黄国昌讲话，哇，太离谱。耶稣哪会当安尼完全无伫意，互即个妇人人亲伊的骹？伊若互即个妇人人安尼亲伊的骹，伊哪有可能是真正的先知？伊连即个妇人人是啥物人，伊都分袂清楚啊！安尼伊讲的信息怎样会当相信？西门是安尼推理的吼。如果耶稣是个先知，他就会知道这个妇人，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耶稣知道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伊是一个有罪的人，伊就无可能互伊安尼做。所以耶稣若无拒绝即个妇人人，伊就根本就毋知伊是啥物人啊。那耶稣毋知伊是一个有罪的人，所以伊就无可能是先知嘛。啊，伊若毋是一个先知，所以我就毋免接受伊的教导。这样讨论起来有没有很有逻辑？好，我这是根据西门心里面的想的吼。西门甲真侪人会相共，因对耶稣的反应真确的，因的迄个逻辑的推论。但是西门犯着一个错误啦，伊犯着一个啥物错误？伊对耶稣的理解是错误的。倒一个所在发生错误？就是耶稣如果若知影这人是罪人，伊就无可能互伊安尼做。姊妹，耶稣敢知影这人是一个罪人？伊知啦，伊知啦，总是耶稣犹原容允伊安尼做。这超出了西门的理解。吼，伊敢若知影这个妇人人，伊是一个啥物款有罪的人，总是伊毋知耶稣愿意接纳即款有罪的人。西门的错误是啥物？因为伫法利赛人因的思想内底中间，伊有一个真接近顽固的想法，就是安怎？因法利赛人的意思就是分离、区别。就是阮甲即个世界是无相共的，即个世界是无清气的。阮法利赛人就是爱保持清气，阮就是爱甲罪恶真远真远，阮爱甲罪人隔离吼。因敢若住伫迄个无菌室内底，还是亲像讲因伫迄个 COVID-19中间安怎？因喙暗一定爱闭好住，坐飞机搁安怎？规身躯拢爱包起来嘛。吼，咱拄啊 COVID-19拄啊当严重的时阵，坐飞机安怎？会有那个头套吼。全身爱穿迄个防护装。法利赛人看到罪人，就敢若看到病毒共款啦。所以因讲这个耶稣哪可以沾染这个有罪的人？罪是会传染的，你若讲着你就无清气啊。所以伊感觉爱甲这个罪完全隔离。伫西门的观点中间，耶稣一定毋知这个妇人人是啥物人，所以才会互伊家己摸，所以耶稣互伊污染啊。耶稣是无清气。咱爱理解
咱西门要讲啥物吼？当然，耶稣真清楚西门要讲啥，嘛知影伊的错误伫倒落，所以耶稣就甲即个西门讲，为虾米伊互即个妇人人亲近伊？为虾米伊接触伊吼？耶稣就问伊的学生，甲讲一个简单的比喻，伊讲有一个人，有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伊银仔，一个欠50，一个欠5两银，因拢无法度还吼。即个债主，即个妇人，即个有钱的人，伊就开恩吼，免因两个人的债。即两个人拢受到即个主人的赦免，你感觉哪一个人较疼即个主人？西门就真自然吼，即个西门就是即个主人吼，即个请耶稣食饭的主人。伊讲啊，我想是迄个得到搁较侪赦免、恩免的人。亲爱的姊妹，恩典就是安尼啦。当你得到的赦免哪大，你就哪感恩。咱若用即个耶稣用即个原则来看西门甲即个有罪妇人人，西门厌恶即个妇人人，因为即个妇人人安怎？伊的罪真大啦，所以伊感觉即人看会真讨厌。总是耶稣用即个妇人人的疼甲奉献来责备西门。西门无表现出对耶稣应该有基本的礼貌尊重，伊无洗耶稣的骹，无甲耶稣亲嘴，嘛无用油抹耶稣的骹。但是即个妇人人，伊决心来浸耶稣的骹，用伊的目屎，用伊的头鬃来为耶稣洗骹，而且用迄足贵的香膏来抹耶稣。这一切拢显示啥物代志？表明讲，即个妇人人，伊对耶稣的疼，远远超越过对西门对耶稣的疼。这个妇人对耶稣的爱，远远胜过西门对耶稣的爱。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妇人人咱遮尔疼耶稣，西门无？因为安怎？赦免的人，赦免济，疼济；赦免少，疼少。法利赛人问题是啥物？法利赛人问题是因为因感觉因家己是一个义人，是一个真好真好的人，因感觉因根本就无需要赦免。所以伊袂感觉讲耶稣来到即个世间是要赦免伊的罪。耶稣来到即个世间，虽然伊真够讲道理，但是安怎？我毋免伊的恩典，我不需要，我没有罪，我干嘛需要他的赦免？对不对？还是咱明仔载早起足侪人要去台大啊，要去农总，要去挂号，啊，要去看医生。但是医生讲啊，你有啥物病？啊，我无毛病啊，我拢足好个啦。啊，医生讲你敢啥物人？我100命。你若无病，你袂想要去看医生。你若无感觉你有罪，你嘛袂感觉你需要被赦免。西门伊无感觉伊需要赦免，但是罪人伊会感觉深深感觉不好，伊感觉伊会得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甲伊赦免，所以伊非常的感激。然后耶稣对即个妇人讲：你的罪得到赦免。当伊安尼宣告时，佫引起别人的质疑，讲这是啥物人？伊竟然会当赦免人的罪吼！耶稣就对迄个妇人讲：你平平安安的去吼，你的事救了你。亲爱的姊妹，咱爱清清楚，赦免是上帝的恩赐，赏赐互遐有信心、相信伊的人。安尼，即摆的问题是啥物？即个妇人人伫倒落表现出伊的信心。即个妇人人为入来到即个西门因兜开始，为头到尾到即摆无讲任何一句话。伊对倒位显出伊的信心？我相信今仔日咱所读的即段经文，是显明伊是一个相信的人。耶稣，伊相信啥物代志？伊相信耶稣袂拒绝亲像伊即款有罪的人。伊对耶稣所做，就是因为伊深深相信耶稣会接纳伊，亲像伊即款的人。如果耶稣亲像西门，即个妇人人赶过耶稣的时阵安怎？耶稣可能是较早，你莫怀疑吼。法利赛人可能马上赶人甲伊赶走。伊无可能，若照法利赛人，伊无可能互即个妇人人亲近伊啊。伫即个妇人人的眼中，伊知影伊家己有罪，伊知影伫别人的眼中，伊的形象足歹，伊是一个很糟糕、很完蛋、很烂的人。
伊足失败诶，总是伊知影，就算讲伊有罪，一点仔无妨害着伊会当来到耶稣面头前，因为伊相信耶稣是一个接纳罪人诶人。亲爱的姊妹，咱今仔日伫即个经文中间，咱拢是啥物？第一，咱毋通食做圣洁主义，毋是讲你不要保持圣洁吼。我是讲咱基督教吼，咱定定咧讲圣洁吼，总是圣洁常常诚做检验别人诶标准。圣洁是咱对咱家己生命的要求，不是拿来检验别人。耶稣有款神奇的力量，有一种神奇的吸引力，就是安怎？伊会吸引罪人来到伊面前。你若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觉耶稣会吸引罪人来到他的面前。但是今仔日的教会，可亲像真恶去吸引罪人。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教会不太会吸引罪人？我拢讲一句话吼，我毋知影我无确定我捌伫咱中庭教会讲过。好人拢去倒位？好人都去哪里？啊，那可能我安尼一问你们就不知道。我拢讲好人都去慈济，对不对？我做好代志啊，我好人啊，我足好个啊，我足济功德个啊，我拢咧慈济啊。罪人才来教会，好人都去慈济，罪人才来教会，你有同意无？我说你安尼讲，安尼甲我侮辱，我是好人，我毋是罪人，我是好人呢，我是好人，所以我来教会，不对吼。真正认为自己是好人的人，应该要去慈济，去做好事。遐伊承认家己是有罪，需要赦免的，得到恩典的人，伊是去教会。伊来到教会的时阵，伊毋通袂记的有一件真重要、真重要的事，就是我承认我家己是一个有罪的人，我是一个无完全，我是一个欠缺人，我无法度靠我家己达到上帝咧爱的标准，所以我来教会。但是今仔日的教会好亲像无啥物有法度吸引罪人来，为什么？因为今天的教会，它以道德、以圣洁为中心，伊袂记讲这是咱家己的自我要求，毋是摕这来检验别人，你知影无？你若摕这来检验别人的时阵，大家看起来拢足道貌岸然，充满圣洁的光辉，啊，总是咱对有罪的人，对罪人常常安怎真严重。我是咧做7星中的，我咧做性别公益部的部长。啊，性别公益部的部长就来去讲处理迄个性骚扰，教会里面会也有性骚扰，应该会到每年定期举办性骚扰防治宣导。哦，在教会里面不要发生性骚扰。那教会里面谁会给人家性骚扰？谁？我教会哪有可能？我教会哪有可能讲性骚扰？无可能。反正吼，真侪教会有，而且常常是你感觉无可能迄个人讲性骚扰。这个遮尔好，遮尔有信用，这个人伫咱教会奉献遮尔济，伊遮尔热心，伊为教会付出遮尔济。前面我这样讲的不是乱讲，我这样讲的是某些教会里面的人在形容这个。伊无可能性骚扰啦，一定是迄个姊妹，一定迄个姊妹有问题啦，你知影无？就是我们的教会，完全是互我贴到同个问题，因为伊奉献足济，所以袂讲性骚扰，一定是这个姊妹的问题。那我们就先去怪那个什么被行为人，我拢不爱讲加害人跟被害人，我拢讲行为人跟被行为人。做这件代志的人啊，因为伊信用做好的，所以无可能做这件代志。啊，所以一定是迄个逢做这件代志人有问题。我们就先怪被行为人。这讲的真简单哦。亲爱的姊妹，我毋是要讲啊，共骚扰做无好做无好，我是要讲咱拢是有罪的。就算咱信耶稣了以后，咱有还有软弱，咱有还有欠过。啊，咱伫教会内底，咱知影，咱爱真细腻。迄有侪人来到教会的时阵，伊常常会感觉讲，我在教会人的眼中，我就是很烂，我就是被瞧不起，这里不是一个欢迎我的地方。咱爱细腻，那咱若是安尼的教会，罪人就袂来咱教会。
道互遐有需要福音的人，有需要赦免的人，有需要上帝恩典的人入来教会。耶稣讲伊来是安怎？耶稣讲伊来是要超找失丧的人。但是今仔日的教会有时阵安怎？诚做排斥失丧的人。这失丧的人，伊常常是上需要福音来改变生命的人。现在兄弟姊妹，我伫遮毋是讲咱爱对罪妥协，但是咱爱真细腻，咱毋通诚做道德主义，诚做性格主义。法利赛人因无爱甲罪人接触，因为伊认为甲罪人接触，就互叫罪污染，所以因伫因的心中，因有一款高高在上。你感觉，迄个人是啥物款的查某人？耶稣竟然互伊摸，迄款人管高高在上吼。咱爱说教会，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爱追求圣洁的生活，总是咱毋是摕圣洁去检验别人。咱若安尼的时阵，咱就落入一个陷阱，就是咱会感觉罪是不可饶恕，但是骄傲是可以。我们会觉得罪是不可饶恕的，但是罪是可饶恕的，对不对？圣经内底罪是可饶恕的哈，但我们会觉得，我看见遐有罪的人是会使，但是骄傲使人命，败坏在骄傲里，骄傲在败坏里先。骄傲使人败坏，骄傲是一个更较严重的罪。你若伫耶稣的眼中来看，耶稣常常甲遐罪人做伙，总是伊足无爱甲遐骄傲人做伙，因为骄傲人是毋愿意悔改，骄傲的人不容易悔改。遐个足侪遐个抽税，遐个娼妓，耶稣有啥甲因斗阵？因为因是愿意甲悔改。第二个，今仔日咱咧经文中间，咱来咱去学习着啥物讲课？咱会当去学习着家己的不配，谦卑、专心来回应咱的主。就像这样敬拜是常常我们感觉到我们自己的不配，我们专心谦卑的来回应我们。咱如果了解献祭意义是啥物的时阵，咱才有法度真正明白啥物叫做敬拜。因为咱今仔日伫到教会献祭，你知影？因为咱讲耶稣伫十字架顶已经一届献上永远的祭，所以咱今仔日无搁献祭。我们没有献祭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去明白什么叫做敬拜。献祭是啥物？献祭就是一个家己感觉讲，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带着牺牲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上帝。我透过我甲这个牺牲献上互上帝，牺牲这个祭物的生命，我甲上帝建立一个新的关系，这就是敬拜。旧约的敬拜就是安尼啊，我有罪，所以我爱去献上牺牲，由牺牲来代替我死，然后我甲上帝建立一个新的关系。所以，亲爱的姊妹，敬拜是啥物？敬拜就是我承认我家己是有罪啦。你若无感觉你家己有罪，你免来敬拜，你甲上帝无关系。你不需要来敬拜。敬拜就是我承认我有罪，所以我来到上帝面前，我献上迄个牺牲。迄个牺牲，咱今仔日无献，是因为耶稣为咱成做迄个永远的牺牲。所以我们今天不在线上牺牲，我们今天是来到上帝面头前，因为耶稣已经，互咱的罪得到赦免，所以咱今仔日来到教会敬拜神，咱的教会，咱中原教会有焚化炉无？有烧牛、烧羊的焚化炉无嘛但是我咧讲旧约的圣殿就是一个大型动物的焚化场，咧烧动物我以前住伫迄个吴兴街伫遐读册的时阵，遐有一个台北市动物啥物线，落雨天的时阵，阴天落雨天风足透时，阮头拢爱看伊，啥物？迄烧猫烧狗的味拢走出来，足歹闻的，到尾叫抗议去好比你即马，现在我们台湾已经不杀猫。无咱的教会是咱教会是贤务设施呢，毋是咱做咧内容足差，你知影？是咱伫遐烧羊烧牛人，迄味足臭，人无爱来。咱如果献上生祭，所以咱即摆伫教会内底敬拜就是安怎？
咱即摆伫教会内底敬拜，就是我咧感谢，我直接感谢上帝。我承认我是有罪的人，我感谢耶稣对我的拯救，所以我用我的诗歌，我用我的时间，我用我的金钱，我用我的手，我来服侍，我来回应上帝，这是敬拜。啊，这个敬拜的先决条件就是，我承认我家己是一个有罪人。亲爱的姊妹。咱大家咧敬拜时阵，你有体会到我家己是有罪人，所以你有没有同意有罪的人来教会？啊，你若感觉你家己是好人，你袂来教会，你会反感讲我来到这所在行对所在，这才是一个有罪的人。你看看你旁边的人，他们长得像不像有罪的人？看起来不像，但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所以我要讲的是敬拜，一个真正的敬拜的人安怎？伊上同时亲像即个妇人人一样吼，伊感觉家己是不好，伊安怎？伊只有谦卑来到主的面头前，连真耶稣的面，伊拢感觉伊不配吼。所以有时候伊毋是真耶稣的面哦，伊是真耶稣的骹吼，伊真耶稣的骹，伊用伊的目屎来洗耶稣的骹，用伊的目屎来表达伊对耶稣的疼。一个人感觉伊家己是一个有罪人无要紧。重要是伊知影耶稣会当赦免伊的罪，然后伊经验着耶稣的恩典，经验着耶稣的赦免，伊经验着耶稣赏赐互伊快乐、轻松。咱今仔日有一位兄弟甲一位姊妹咧洗礼吼，验尸节，吼，甲咱即个芳草上吼，我甲咱讲一件代志吼，信耶稣上重要是啥物啊？生命爱改变。信耶稣毋是改变我的位置，你去拜妈祖，你去拜关公啊，或者你拜这个拜这个，我叫做啊，互我趁钱啦，互我事业顺利啦，互我身体健康啦，这是改变啥物？改变咱的位置。信耶稣是啥物？改变咱这个人生。你的生命若无改变，你毋通讲你信耶稣啦。生命爱改变。所以，咱一个真正敬拜的人安怎？伊就是经验着上帝恩典，赏赐快乐，互伊改变，互伊离开伊的罪，开始新的生活。亲爱的姊妹，这个很重要。最后，你讲啊，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继续活在罪里面，是咱爱去学习离开咱的罪，开始新的生活。我要讲，真有可能，即个离开咱的罪，是到咱一世人，到咱生命结束的时，咱依然继续咧努力。就是我们虽然信了耶稣，但我们仍然有罪，我们仍然会持续不断的犯罪。但是咱咧努力啦，咱咧努力，咱的生命爱改变，咱咧努力，咱的生命要离开这个罪，我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这个不断的离开罪，有可能到咱死为止，咱都做不完成。但我们要持续不断的努力，而不是继续活在罪中。这就是咱基督教的信仰啊！这就是咱的信仰，这嘛是咱每一个明白耶稣基督咱生命的故事。你的生命的故事是敢有安尼讲啊？我感觉我是一个有罪人，我感觉我无够，然后我甲耶稣面头前，我谦卑我家己承认我家己有罪，我表达我对伊的疼，我经验耶稣来赦免，伊赏赐我快乐，我有开始这个快乐，离开这个罪，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敬拜毋是讲啊，我要爱啥物，敬拜毋是讲我要讲啥物，敬拜是你真实去回应上帝。咱来看今仔日即个经文，即个妇人人来到耶稣面头前，伊啥物拢无讲，伊啥物拢无讲，伊无唱歌，伊嘛无学咯，伊嘛无开声祈祷，但是伊的敬拜是水的，因为啥物？因为伊用真实的行动来回应上帝。亲爱的姊妹，我要甲咱讲的是，咱之所以咱会吟诗，咱会祈祷，是因为咱要来回应听咱的上帝。如果咱会唱歌，若只是要满足咱家己的感官，迄毋是叫做回应上帝，迄嘛无算做敬拜咱。啊，我来教会，我就爱唱歌，哦，我感觉唱歌我感觉足欢喜的。敬拜不是为了要满足你，敬拜是为了要回应上帝。就算讲如果你若来教会，你逐摆咧唱歌拢是为着满足你家己。就算讲你是咧唱一条阿罗上帝的诗歌，你嘛毋是咧敬拜上。
真正的敬拜是咱要用心灵甲形式来敬拜上帝。真实的敬拜不是自我感觉良好的敬拜。哇，毋是我伫遐唱歌就讲哇，足好，哇，诗歌足好听，诗歌毋是要唱互人听，诗歌是要唱互上帝听。所以即个福音人虽然伊来到耶稣面头前，无讲任何一句话，总是因为伊疼上帝，伊真激动流目屎。真实的敬拜，就是你内在感情真实的流露，但不是为了要满足你的感受，是你要表达你对上帝的爱。你要去表达你对上帝的疼。当咱咧敬拜时，咱就是咧表达咱对上帝的疼，就亲像即个妇人人，伊来用伊的目屎洗耶稣的骹，伊用伊的喙来亲耶稣的骹，用伊的头针来切耶稣的骹。伊是咧表达伊对上帝的疼。亲爱兄弟姊妹，你讲这是毋是敬拜？这是毋是敬拜？咱的敬拜是啥物？我无讲咱要安尼做，总是当咱每一摆咧敬拜上帝的时阵，咱有去表达咱对上帝、咱对咱的主耶稣迄个真实的疼爱。这是咱去思考。咱想想，落尾我要搁一摆来讲，咱来想想即个妇人人，伊来到耶稣的面头前，然后伊用喙亲耶稣的骹，伊流目屎洗耶稣的骹，用伊的头针去切耶稣的骹，这拢是上困难的。上困难的是伫西门的家中，西门用一个非常鄙视、非常瞧不起的态度来看这个妇人。所以对伊来讲，这是一个困难，这是一个无简单，伊爱忍受别人的眼光，但是伊无放弃，因为伊真想要表达伊对耶稣的。我感觉真可惜的是，今仔日的足侪基督徒，因无法度来忍受别人的眼光，别人的眼光是今天教会的杀手。我毋知你我知影我讲啥物。这是我伫足侪教会，包括我伫我家己教会的即个徛起的过程的中间，我一个足深的体会，就是咱足重视别人的眼光，至到咱无法度表达咱对上帝的疼。我是第一代基督徒，我的教会有真侪第一代基督徒，因为阮的教会做迄个客服班，是全台湾所有教会第一做客服班的教会。阮叫做阮家人安乐教会，阮做客服班甲打已经70几年吼，要80年。哇，嘿对，无毋对吼，为光复开始就做客服班，全台湾最早做客服班的吼。所以阮的教会迄个常常啊，以前迄个青少年吼，青年团契吼，少年团契台湾拢50几个啊，国中生50几个，青少年团契吼，拢差不多30、40个吼，啊，搁加上大学生，拢100几人。但是阮教会一个足严重的自然淘汰。伫古早时代，你若考袂了大学的，高中高职毕业没有继续升学的，都自动不来教会，因为以前大学都歹考，专科以上的人才，不像现在人人有大学可以念，只要考无来，自动就无来。遮侪年来，只有少数几个人考无了大学，搁继续去教会吼，其中只有一个人，伊的厝咧，毋是第二代、第三代，就是说呢，凡是第一代去教会的，遐本来是国中、国小啊国中甲高中开始去教会啦，因毋是厝里毋是基督徒的，到尾啊，只要考无着，拢无去，敢若一个例外，迄人啥物人？迄人就是我，我最不要的。我拢讲我伫教会内底是迄最不要的。我考无着，大家拢无面子，搁去教会啊，感觉甲下西下井。没有大学可以念，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考上大学，我继续去教会。我讲的是我上面下面安尼10几年，我看的，拢安尼，没有一个例外，就我一个无例外。为虾米？因为我感觉这个信仰是实实在在是真的啦。你无会使因为我无考着，我即摆咧重考，我就无面子，我就歪去啊。没有，我继续去。阮教会顶落成绩伫后壁
我讲一句话，讲互伊的子女听，毋是伊的子女，是他的侄儿外甥啊，外甥女听。因为外甥女走听了以后，足生气走来甲我讲，伊讲啥物？伊讲后壁等着征召位来咱教会因为我从头想要逐工去教会家己读册伊讲你莫看迄个征召位逐工来教会咱读册我咧讲嘛，你考袂掉啦。伊安尼讲你知影阮教会满月展览，足气，我他怎么可以这样说你？他怎么可以这样讲你？重要吗？不重要，一点都不重要。跟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比起来，人的眼光算什么？今仔日怎么呢？今仔日毋是你册读无好，毋是因为你生意失败，毋是因为你婚姻失败，毋是因为你囡仔教无好出代志，所以你感觉做无面子，你就无来教。无啊，这拢无遐重要，这拢无遐重要。耶稣基督对咱的情较重要。圣经内底本来就甲咱讲，咱只会得到上帝恩典的人，毋是咱比人较勇壮，咱是比人较善良，咱是比人较牛戆，咱是比人较软者。因为上帝愿意拣选遐丧凶、牛郎、软者的人来显明着伊的智慧、伊的聪明、伊的能力、伊的功用。我们是领受恩典的，领受恩典的人，咱就是来回应、来敬拜神。咱做伙大家来祈祷。因为上帝，阮即个时阵要来到你的面前，阮向你祈祷，主，阮拢是来领受主你恩典的人，阮是领受上帝你祝福的人，毋是倚靠我家己，乃是倚靠上帝你极大的气量，甲你极大的祝福。所以，阮今仔日伫即搭遮，阮做伙要组织来鼓励圣灵体。所以，阮要搁一摆来体会，阮是领受恩典的人，毋是因为阮是一个好的人，乃是因为阮家己承认，阮家己是一个有罪的人。所以，阮求上帝你来保守阮，你来带领阮，互阮无论阮今仔日要洗礼的芳草上，还是验词节，主阮拢甲因做伙，搁一摆来经营着，你就是听阮的上帝，你就是恩典的上帝，你就是逐个阮来敬拜、来学乐的上帝。愿你会听你的恩教阮参加伫地，安尼伫你面前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做。咱要开始进入洗礼进程即个黄条兄伊有准备一个影片来甲咱大家分享这个不是大家都需要，但是伊要甲咱分享讲伊伫即个病痛中间怎样经验上帝伊怎样群体上帝，咱来看即个影片好无？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给我们的债，不叫我们也给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奉基督耶稣耶稣的圣名，阿门。问你听的，我你名是，这方面要练习自己，对你心情的听，因为你是应该好，下面会多，是你们先多，按照练习，也经过你面谈，因为多管理也不容易说后来再过去，阿门。还有你，还有什么？还有，我信上帝，这两位众的机会存在，我信耶稣，我上帝都是你们，他们以一信心祷告，一个信慢慢信，你不别人，你来信过，就是你信来找有一路，就是你信能不过警惕，但是只能被上帝保佑，因为你要都来信奉，我们都需要，我信信息，我信信息，我告诉你，是都相当对象，我这种我的，结果你告诉你，阿门。好嘞，这是我。我在受洗了。好，我很信。别说一下好吗？好，可以啊，可以。这个影片是爸爸2年
那个时候他已经喘不过气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帮他录了这一段影片，对，那2000cc 的水让他那个晚上，我真的看他喘不过气来，真的在踢那个床的时候那个天使那个状况，我真的那个晚上的祷告就是神天父可不可以把爸爸带回家？因为那时候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那个晚上也不知道他的心脏里面有2000cc 的水，是到第二天照了超音波才知道的。所以那个晚上我帮爸爸拍了这部影片，谢谢。多谢，分享，咱感谢上帝吼，咱就是伫咱的软弱，伫咱的咱感觉上需要的时阵，咱感觉特别需要上帝的扶持。我甲大家分享一件代志，我做牧师常常会透早啊，会友吼，今仔日要开刀吼，我就6点外走去伊的病房甲看吼。我觉着讲吼，今仔日早起要开刀的人拢心情特别大。拢是，当咱离开迄个病房，转来到厝边的时阵，上帝甲咱拯救，咱有继续心平气和。好，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不要忘记上帝给我们的那个东西。好，来，咱来念圣诗吼，圣诗354首。咱咧念诗的时阵，咱请咱要洗礼兄弟来头前，好无？来，咱来念去，咱坐咧念着圣诗354首。来，咱请来头前吼。咱得着帮赞是倚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所吩咐咱的话，就是伊对世人中国活了后，还未上天以前，有大声讲：天顶地下的权拢已经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我的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地子圣神的名。听候我所命令你的，着教示因手，讲我日日甲恁伫地，直到世间的落尾。第五旬节，彼得传福音的时，对听的人有安尼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到互恁的罪得着赦免，搁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要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的人，就是见啊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即时亲像彼得迄时叫人反悔信耶稣，搁洗礼，当我也安尼咧对邦朝兄、晏慈节对恁来讲，恁着亲信。恁若真实反悔，告别恁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即个圣礼典就要成做恁的罪得着洗清去的记号甲印证，搁表明对圣神得着平头生，来结连伫耶稣基督。当恁来受洗礼，
恁着伫正人甲上帝面前来告别恁的信仰，甲回答我所要问恁的问题。所以即个时阵我要请姚红兄甲燕慈姐恁来回答我所要问恁的问题，来说了。恁有相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也无？恁有信息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也无？恁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来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做，也无？好，来，咱请会众起立。即时阵我先请洪雕兄你来听说礼。跪下来，跪下来。洪雕兄，我甲你行说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陈燕慈姊妹，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阿免。愿平安的上帝，甲恁，互恁一尽诚心，佮愿恁的神、灵魂、甲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佮再来的时阵，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宣告，恁已经告别恁的信仰来洗礼，我倚靠教会的头，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佮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中兴教会小会的权柄来接纳恁。诚做悲惨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约的恩典。阿免。咱三甲来祈祷。天父上帝，我要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你今仔日互洪雕兄、燕慈姐，因两个人会当领洗礼来加入教会。阮感谢你，伫过去的中间对因的引带，甲对因的带领，愿你的圣神甲因三甲伫地，保守因甲因的家庭会当持续一世人伫福音的道路顶头来跑走，诚做你的儿女，诚做你好搁尽忠的奴仆。安尼伫你的面前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名来求。阿免。会众请坐。即个时阵，我要代表咱的教会甲咱的小会员请咱的小会员做伙来握手来接纳。好，来。咱请小会员来接纳好。咱有即个证书咱请干长老来给咱颁发这个证书来，咱转过来，咱面向会众，来，这个是，洪雕兄的证书甲伊的典礼这个是。这是燕慈姐的这个证书来。好，我简单来介绍我相信来，我相信咱大家人拢比我较熟因我先来介绍洪雕兄，洪雕兄，我听伊讲，伊伫咱教会已经出入几啊10年是咱教会的即个老会员老会友咱大家拢认识伊感谢上帝伊经过病痛了以后上帝引带伊，搁伊的太太，伊厝边的人对伊的支持，
然后伊即个时阵吼，真欢喜来接受洗礼吼。你知影伊的愿望是啥物无？伊的愿望就是讲，将来有一天伫天顶，甲伊的太太、甲伊的厝，人拢斗阵。嘛，希望将来有一天，咱大家伫天顶，拢有当相斗阵，毋通互咱大家失望，对不对？将来我们一起在天上相见吼。这是伊最大的希望。嘛，希望讲将来有一天，咱伫天顶，咱阁会当做伙来学罗咱的上帝吼。这是洪彪兄的愿望。来，咱请洪彪兄的厝邻的亲朋好友吼，不，家人吼，站起来吼。来，我们也一起恭喜他们。一起不乱走对机关的指挥啦吼，然后太太吼，张龙店的家长吼，是不是吼？感谢主。哎呦，干得好啊！那边我感谢主哈。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哈。咱首我来介绍燕慈姐吼。燕慈姐伊是今年才开始来咱中兴教会吼，伊有一个真重要的迄个引导者，就是美女姐。美女接起来，咱大家看起来。美国美儿姐吼，感谢上帝吼，就是爱有人，引带啦吼，伊就是甲伊招吼，半拐半骗啦。来参加阮即个阮有即个啥物，就是社区的班吼，讲来唱歌吼，先讲来唱歌嘛，唱歌毋是传福音嘛吼，来佫来画画嘛袂歹吼，无吼，佫来参加吼，真感谢上帝吼，为咱的即个据点吼，开始有机会来教会，然后就讲，互你要来做礼拜吼，来坐看嘛，伊讲吼，我。迄个燕慈姐伊有讲嘛，讲吼，等我退休年纪较大了以后才来洗礼啦。那我讲是讲，对福音其实是有一个渴慕不排斥的心。有人你就讲你耶稣庙我无爱去你啦，但是伊就是安尼慢慢来有咱教会兄弟姊妹吼，安尼甲伊引带，甲伊关心吼，伊感觉咱教会是一个真温暖、真亲切，互伊感觉来到即个所在，伊感觉哇。足舒适吼，所以伊即半年多的时间，伊来教会，伊感觉哇，咱中兴教会是足好，所以决心来洗礼吼。今仔伊厝边的人嘛，做伙来，我们邀请他的家人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一下。因为我们全部教会人跟剩下家长一起站起来，好不好？我想燕慈姐今天不光是洗礼哈，我们的教会就会有一个新的家人，就是我们的燕慈姐还有她的家人都是我们的家人。那我们这个小组也特别很感动准备的这样的鲜花要来欢迎燕慈姐成为我们教会正式的家人。好，大家一起鼓掌好不好？恭喜大家请坐，今仔日有一个较特别的洪彪兄要送我礼物我第一届讲生日做礼物第一次这个洪彪兄伊真后写书法伊讲要送我一个书法安尼你照相。我最近拄搬厝，当来挂咧厝里内底两种语体，是主要在教各种语体。感谢，来，哇，来，福杯满意，来，看加起来嘛，这些纪念来，1、2、3。好，你知道福杯满意什么意思？很多人都知道说福杯满意什么意思不是你们想象那个意思
对啊，上帝，我祝福满甲满出来，对不对？哦，所以足济，对不对？他的意思不是这样哦。你使我的杯满意，你互我杯满意吼。福是咱得翻译经常讲，什么叫做你互我迄个杯吼？其实也不是杯啦，容器啦。伊原本是讲你互我容器满出来。咱知影，迄个因伫古早时代因拢爱积水吼。因伫个城门口拢有迄个积水的迄个容器吼。迄个容器吼，顶头拢有卡垃圾的物件。你若满出来是顶头的垃圾物件安怎？就流出来。迄个垃圾物件流出来了以后，才会当使用。所以福杯满意这句话就是上帝你清起我的心的，互我为师。甲咱原本咧想的无啥共。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我们的生命那个无清洁里面老掉，咱的信仰让我上帝需要。好，多谢大家，谢谢。大家一下哈，刚才耶稣给的家人，刚才耶稣给的家人来照相，现在轮到咱的洪家兄的家人哈，咱许爸爸家人，大家一起出来也照个相，来，大家出来照个相。来去上啊，来，再照个相。家人才算哦，我是家人啊，我是家人，我是家人，小组的家人啊，也是家人，来亲友也来，亲友一起来，亲友来从美国，还有人从美国特地回来的哈，来美国家人呢，现在我暂时离开，因为我不是亲人。来，修哥来。我跟他讲，不，现在讲这边的好，来，我是你们家人，来，口罩拿下来哈，来，口罩拿下来，赶紧把它水也要消毒哦，来，等一下，这边有点挡住，开一点点，好 ，OK， 来，1、2、3，好，来看一下，来1、2、3，来看一下，来1、2、3，好，谢谢。来，我们还要继续哈，小等下，咱耍哈，咱其实还个礼拜中间哈，有的喜欢，现在就照相啊，但是我较欧一寡吼，就是因为我感觉讲吼，这是一个很好的回忆，这是一个真好的回忆，咱全教会人一起见证一起见证咱的教会的兄弟伊领受上帝的恩典好，咱来吟355首这首诗咱来吟全首的诗，咱由原一个吟备办咱的心来举行这个圣餐
我怀敬你的和平，灯光大地披在星空，欢喜欧罗迎我天。日主的恩典内面，欢迎今仔属伊教会的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恩典。请咱做伙来听主耶稣对规阮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耶稣讲：咬喙焦行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着饱。主耶稣佫讲：我就是活命的饼，信我的人决断袂枵，就近我的人永远袂喙焦。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甲咱众人大家伫地。咱做伙佫一摆注意来听主耶稣昔日圣餐时所讲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保罗讲：我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有摕饼起来对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阵，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杯是新约，以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所以，这个时阵，咱要来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款式，咱做伙三脚来感谢。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有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着阮众人的罪来到这个世间，拍破伊的身躯，流出伊的宝血，来成做阮恩典拯救的记号。但愿中兴教会兄弟姊妹伫遮做伙组织，阮要来做伙来领受即个疼的恩赦。当阮咧搁一届伫遮组织领受即个饼甲杯的时阵，互阮会当明白，阮是基督奥妙身体的一部分，也帮助阮透过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成做培养阮灵魂真实的食物。求上帝你的疼、你的恩。甲阮众人三脚伫地，也特别伫阮今仔日的王强兄甲燕慈姐的心上，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名来求。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你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咱请咱教会的小会员来适合咱人旁边。如果你还没有受洗，你还没有成为基督徒，还没有加入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纪念主耶稣的恩典。
是主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咱做伙来领受。坐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阵，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饭后也这样举杯说：这杯是新约，以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咱也邀请咱的小会员来为咱设立旁杯。这个杯是新约，伫基督的会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阵，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杯是新约，以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我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咱做伙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伊的死，直到主过来。咱做伙相共来祈祷。主要说，阮感谢你，让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摆咧即个杯甲饼，甲主你相共坐倒的时阵，阮盼望将来有一日，阮伫天顶要甲主你搁做伙来坐倒食即个饼，啉即个杯，帮助阮，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的时阵，阮就学习，阮爱彼此相听，阮爱诚做基督奥妙身体的一部分，也提醒阮，互阮伫阮每一天的生活中间，阮来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款式，
来荣耀你的名，也帮助阮中兴教会兄弟姊妹，阮热心为主你来传福音，引带人来归向你，来互你的名伫即个社区中间得到高举。愿你会听从你的恩典，交阮三个日地，安尼伫你面前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即时来要来应上上帝话，请咱来用信息126首美妙主耶稣，请大家起立来用全首。we
稳定，天马上帝会疼痛，圣神会相通甲引带，常常甲咱众人相甲伫地，也帮助咱每一个人用咱的生命来敬拜，来回应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对担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中英教会真是真欢喜的日子吼，咱今日有为洗礼，所以咱特别来介绍吼，今日有一寡朋友来到咱教会吼。首先我要介绍的是咱陈姐吼，陈燕慈陈姐的家人吼，苏崇豪苏先生哥。刚才早上陈姐在跟小慧吼在提之前，她希望就说除了在教会的亲人以外，他也很希望他的家人也能够是来到我们教会跟我们青年在一起，成为我们教会的青年。所以说我们青年记得他的脸了解了OK 好。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要介绍就是那个右立的那个朋友是吴永燕吴先生。然后还再来就是也是右立的朋友，就是徐伟伦徐先生。然后再来就是那个。是啊，就是。只有他是有人。那个受洗，所以姐姐派儿子来观礼。OK 好，谢谢观礼。那再是贝鲁的那个朋友林佩琪。你是我爸爸的朋友。然后这个是这个下面这个很重要这是我们文章哥兄弟的女儿，有没有报错？真理，可不可以站起来？欢迎你然后再来是我们那个姚长老的亲友李玲李小姐。欢迎。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那个教会的与黄玉徐的亲友吴继颖。我们今天的家人真的是都团聚了然后希望大家不要光今天来我们下礼拜的话还有聚会，也欢迎大家这些亲友能够继续来到我们教会中心教会那我们现在做简单消息的报告然后我们本日的礼拜小组礼拜后有小组的分享那分享的话主要是罗马书第1章到第2章的第11节那今天是那个代向日的第2主日所以说早上的话我们也有请我们陈国义长老点燃那个我们第2根那个紫色的蜡烛。那这第2根紫色蜡烛的话，特别就想它这是为了象征的一个预备跟信心，然后希望大家以自己的好榜样，然后让一些不信的人因为我们的好行为能够来仰望主耶稣基督。然后再来就是今天真的我们要再次真的我们早上很高兴今天早上的话举行了个我们的许爸还有那个陈姐这边的一个成人洗礼从今天开始我代表我们教会你就是我们的亲人了我们再次的鼓掌欢迎大家。那个我们那个本月12月我们一系列的圣诞节活动，我想大家昨天已经有参加过第一次圣诞市集好不好玩？好玩没有关系。下礼拜的话下礼拜12月14号礼拜62点到4点在我们教会里面还有一个手做蜡烛灯的活动。
那这种活动的话，每人征收100块，然后假如是还没有报名的，因为我们要准备材料，说还没报名的话，假如是要参加，麻烦后面有公布栏那边麻烦再登记报名哈。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第五项的12月13号哦，礼拜五，晚上9点30分在台北华仁堂举行第78届的米赛亚慈善音乐会哈，是免费入场，假如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入场聆听这一个米赛亚的一个慈善音乐会。然后再来就是明年度的2025年的教会献花侍奉哈，有张贴在后面公布栏哈，假如是有意要献花的兄姐哈，你们可以来填写。然后再来是为了编辑2025年的定期和会手册跟小会长执会的书记哈，希望各部的团契能够提供今年的组织活动决算，还有2025年的组织，然后希望呢在12月29号之前提供那个连玉文姐妹那她的电子信箱是在这边有写那就提供的资料提供到这个电子信箱。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要请那个张张执事的话，就针对我们今天在小组里面会分享的罗马人书的第1章到第2章的第11节这边，他这边有简单的分享。好，那个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礼拜开始进入那个罗马书的那个读经。那，可能我今天就先大概，对罗马书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简单讲到第1章跟第2章的部分。那，我们知道罗马书它是保罗，作者是保罗。那其实，他是保罗口述。那然后有一位代笔，那这一位代笔叫德丢，他在罗马书的最后那个问候的时候都有提到。然后这封信他是在哥林多，就是罗马，保罗在那个第3次传道的时候，保罗在那个哥林多那边住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在那个坚革里那里完成这封信，然后托那个坚革里的一位执事叫做菲比，这位菲比应该大家也都蛮熟的，在使徒行传曾经有念过。然后这个菲比他就帮保罗把这个信送到罗马。那罗马这个教会的话，它就是，所以这封信是写给罗马的教会的。那但是这个教会其实，是一个，它不是保罗创立的教会，它是一个保罗就是那个犹太的基督徒首先创立的，就是要回溯到就是在圣灵充满，就是那个初代教会，在使徒行传第2章那个地方，就是罗马的一些犹太人，那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听到彼得在讲的那个事情以后，那他们就回到，就这些犹太人他们信了基督，所以就回到罗马去设立这个教会。那但是之后就是又有陆续有外邦人，就是在罗马的希腊人那个也加入这个教会。那然后这个教会后来因为罗马的皇帝那个驱赶了，曾经发生一件事情，就不详述，就是他那个皇帝就下令把这个犹太人都赶出去罗马。那所以这个教会后来只剩下希腊人为主。那但是后来到尼禄皇帝的时候，他又欢迎那个犹太人回到罗马，所以这个教会后来又那个成为希腊人跟犹太人一起敬拜神的地方。那但是当这些犹太人回到罗马教会的时候，有出现一些就是问题，就是有一些排斥犹太人的这样子的就是现象。那所以保罗他其实这个罗马书的这是我看那个参考那个大卫鲍森的资料，他说其实我们在看罗马书，他是写很多有关保罗他的一些对基督信仰的那个很多很
观念做一些很详细的解释。那但是其实它真正的目的，它是在要让那个希腊人就是所谓外邦的信徒、基督徒跟希腊的基督徒跟那个犹太的基督徒，他们可以在基督里面合一。他是要处理这个问题。那他的方式当然就是说，我们在保罗在写他的书信有很多共同的特点。那罗马书也是其中之一，就是说那个他会先把基督的真理先很详细的把它解释得很清楚。那然后再开始保罗他要那个放进去的这些教导，或是对这些他要写信给他们的对象，这些要赋予他们一些你们要做什么行为，还有那个责任。那当然在第一章跟第二章的部分，就是保罗他会先有问候问安。那我刚刚提到说因为罗马的教会不是保罗创立的，那所以他在那个这封信上面的那个口吻是比较客气，然后也就是语气上是比较温和，对一些教会的问题上语气是比较温和的。那所以他先有问安，然后之后有那个交代说他写这封信，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他的动机，然后那他的目标是什么，然后还有他曾经受到一些阻碍，没有办法亲自到罗马的教会来向大家问安，所以只有用书信来表达他的关系这样子。那然后这些前言讲完以后，他接着是进入那个讲到他先提到有关外邦人的问题，就是希腊人的问题。那然后在第二章的部分，他就是提到犹太人也有一些问题，就是他要慢慢去铺成那个就是有关希腊人跟犹太人之间的一些就是希腊基督徒跟犹太基督徒的一些中间的一些需要调和的地方。那他就开始在大概是从第一章到第八章，他就都用一些基督的真理去慢慢开始铺成这些东西。然后在第9章到11章，根据大卫包森讲的，就是说第9章到11章才是那个他点到那个问题的核心这样。那保罗在罗马书讲到最重要的，当然就是那个因信称义了。那因信称义的话，就是有2个我看到有2个解释，我自己非常的喜欢。一个就是说，这个称义是说与上帝有合一的关系。那另外一个称义的意思是说，就是说上帝看你是，就是说你已经没事了，你已经 OK 了，你 safe 了这样。那以后我们还会有更多时间来这个探讨，就是说罗马书的那个内容。好，那先介绍到这，谢谢。那谢谢德国这边的分享。那我们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礼拜。那在这礼拜请圣歌队来唱祝福的歌，愿上帝祝福你。